你家大家快嘛，那你看那家没？这大年起来了，大钱没说，各个有什么啥子？那这干啥？都这些，给这多三学没？哇，look lihat, lihat pukul dos cincin curi kita, keke cema. 我你去年当老一点毛说吧你，我不要随便。狼有地方狼，就是绑过上吗？狼有狼。你家大家快嘛，那你看那家没？这大年起来了，大钱没说，各个有什么啥子？那这干啥？都这些，给这多三学没？哇，look lihat, lihat pukul dos cincin curi kita, keke cema. 我你去年当老一点毛说吧你，我不要随便。大姐，你知道呀？去年也是这样啊嘛的，说实话呀呗，真的。去年也是这样呀，真的。给不了呀，举报今年开始举，第二类他把灯来那是。你看了来了，看了还来叫嘞。那你还需要什么啥子多的吧？需要什么啥子？看了还来叫嘞，举报刚刚去了边，看这个，马对的多就去过了。罗色就过忙对那加块的，这个用的，这个用，也许从这个自己给那个男的说了可以做老婆，然后，那个男的上了好多票噻。好多票是马大工作，这里忙上你超多月，就这么说。那个大哥已经给他做过1个多月的榜一大哥上。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没有。守护大哥的先生，守护。不是守护大哥。守护姐夫。没有。守护姐夫是1个月。一个大哥。十几天。哎，十几天。那个男的给他守护1个左右，真的有啥？1个月没有，这样给是的，这样刚好不对，是吧？这样1个月没有吧？月没有吧？是我们一起的，这样跟你一起约的。什么呢？我卡萨他一个的儿子，什么？卡萨妹妹啊，他一个的落的，妹妹在吗？你了。这几年啥了？他说没现在给drama的写的，现在开来的了drama的写的嘛，没看嘛我说吧，我说个人说你这写的，你把那看嘛。什么情况？我错过了啥？我没说你呀，我的。我没说你呀，你是谁呀？吃瓜青年的这是。你们都看，赶紧咱那就赶写吧，这错过了这个那句说了没？别讲劲。吃瓜青年人家。吃瓜青年是对。吃瓜青年的吧，这当写呀，主题的主那嘴边还那句还我们就说了，赶写不来说了。现在这个讲的嘛很好。那真的。俺等俺心里头这个是的，也许就难过着或者这个说，你也去，我呀，学着不，快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所以有现在的这个下场子了。欢迎我妹妹。所以现在这个下场有嘛的，那个人有病就下了的，来吧拿着赌，又觉得越来很多力气的赌不热钱，等你也赌不热，这样对吧？这样。心想事成哥，欢迎。去年发了又今年发了，拿着没觉得，但拿着又觉得，你等你报警前刚个钱没到工作，真的，我已经报警刚个钱没到，前年杨大路还是那样。七八十个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啥，不用管了，啥没？谢谢。人我打个人工作人，这个有脑子有问题，人对吧？对吧？脑子有叫做牙齿的嘟嘟嘟，知道吧？30几个么够了30几的他的，我是牛逼不拉屎。那不说了啊，我们3个都不说了。最近好吗，姐姐？还可以，妹妹。你在哪里？马上来吗？来家们点点赞。
帮妹妹，点点你拉赞，萨没来吗？帮我们点点赞，工作点赞做一下，谢谢哥送来的小心心。看中大没打？打不打？打的话好好打，我有票，4票，4票也是。那开始买罗斯就对这票是的，多久嘛？我们说开始有没有？没大妹？我的票什么那么家伙就翻倍，是加不了解决。做好自己生活，别人配粉丝。悠，好的，Yes sir，爱你哦，谢谢老大，好的。来，现在加成，那为什么现在加成？感谢哥送来的默契。感谢我妹妹送来的巴拉米啦！呀，大脚说的，晓得，我姐姐多少觉得，票是多少觉得就是，嘿，买你个老妹，这么你生就出去几年的大脚包的，而且这样子不过3多啊，这票给们多啊，而且还直播间这天儿呢。3多个娘发的，30票就这3多买，票送个就是我的开大通买吧，可是3多年的就是，但是没养起大说，没得给子他立不住的就是多么，那多没帮去了。那看来对大地蛮水果。啊，大看中，看来对，去了我们出去几次写送就是，看来对俺这写下去，你弄这么着看当了，弄这么着就是，我根本就没帮过去嘞。就大家这样没3多，票就3多买，年的给了30多的，393买。这样的开播姐姐，推荐上3我啥就是吧？票多。一个小星星，家人们，一个小星星工作估计，一个小星星有没有啊？跑车上别洗到没？一个小星星，来家人们，一个小星星工作，一个小星星，一个小星星工作，小星星记预备，小星星记，家人们，小星星记预备工作，上一个小星星好不好？一个小星星。一个小星星工作，一个小星星，牙就二哥送来的小星星，牙去拖钱呢，拖钱呢。小星星，给你们这加成过一下，拜托了，感谢我妹妹，谢谢，就差一个，给你们就差一个小星星，就差一个小星啊。说感谢我妹妹牛吧，8万票接不接？没老是干年没去，现在没需要我这里面入去嘞。8万票接不接？我老是干了多么？不是人家讲话的，我都几十个字，现在看单都没去了。大家干嘛牛吧？你牛吧？牛叫我就接不起个没？来，给你们这家长过一下，过去工作，小心尽量去工作，谢谢家长过了，谢谢我妹妹，破费了，真的特别感谢，谢谢。啊我别个叫俺地洞大姐，地洞拉家这个没别个寄过来拿送给，现在弄出讲讲，现在加成，那这怎么现在加成？我这次下一点，我被加成早起的，那个我妹妹给钱的，加成，可以吗？感谢我妹妹送来的热气球，有没有？谢谢我妹妹，大家们，谢谢我妹妹破费了，感谢我灯哥，谢谢，感谢灯哥呀，谢谢，感谢加成，家人们，哇，还是那个的，哇是，感谢我灯哥，谢谢。现在加成，家人们，后面有没有大现哥？和他做到过类似的？在后面有没有大哥？上一个感谢我灯哥，谢谢。感谢我灯哥妹妹送来的热气球。家人们后面有没有大哥？走，我支持一点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啊，这鸟就过去了，票就是205那小时。我就知道你说的没多，老妹弄这3小妹，他这鸟就过去没，出来，啊这个3当我啥接送，3家不多年呗，3的给俺们来3当多嘛大哎，哦，同志。家人们上，我们是过去的。家人们上，天天家人们都该买。有没有一个跑车的没呀？卡做，那你玩得起吗？我的，我们光是俺们俩，俺们去如果上刚线多，全是我们，看说了没？我们是什么？不要买多久的谁就是买，俺俩就不要问你们谁都有多买，谢谢。检查结束都还没多做。通知这个是多没，8级写的出去，8级写的出去。哎，你们那2家人们拿检查，2家还不，但是没规矩要去带是吧？
看没不要嘛把多丢的谁丢的我谁对没？是吧？是起来点个的哎。感谢我妹妹，方老师张老师给妹，张主给这边有没还好说啊？要不你这不张山呀？我们大个老婆有那表么多啊？俺没有多你这表多啊？感谢我八姨妹妹，我为了我的妹妹谢谢多起码辛苦你了，谢谢我妹妹，谢谢呀，一个一个的站起来。不客气的，有好的妹妹，好的，谢谢我妹妹，谢谢。呀，一个这里也弄的，放在前面俺也弄一把。你真心话啥？我不问，你都走，真心话要呗，真正的浪费票的200多。右边就那没事的，这边就跟姐妹。金子贵的不要那么多句儿，都我金子贵在检查下一次了，不放他们啊！这个对头不给干啥来了，能多干吃到没9个哪几个多？这个对么多钱？你看我。对面他家自己唱个歌好听啥？我把一妹妹说你让你唱个歌。谢谢大款。哦，我就谢谢大嫂，谢谢。我们唱歌没？啊，谢谢这个大嫂说的。是的没？俺的曲儿没？那没事，我唱歌吧，是吧？这样的拉黑咱们这样的呢，就得。啊你，你这是东啊，把它给顾的。难道是咱们把是当说没？难道哎那个？对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喝2瓶就醉了，对。个小姨子呢，你们这去等他去等给滚去。可以呀。然后啪，不是往你们都拍了去了，你们都。呀，那他们这，给这去也装了过来了。啊，欢迎你姐。啦啦。到我夹去，电视工就送。出去玩的话要美美的去。这的干了，这绝对光啥的哦。说点对在那点过来，对给老干了，点对点么都接干，对在那啥的。切换也得切换到么呢？干了人没了不走，工作送切换。哥，我今天喝到早上6点了。啊么，你这不是接着下？然后我那个朋友是男的嘛。然后他都说阿妈，但你的酒量我真的喝不上。这样子。那点要的，全部去上了，但是9度的那不是现在的。你学会说话语，你还有。不是这个，当我电脑了电的，工作我是来说了不觉得出去去，那电竞不给进，俺试下去过。今天怕能买那钱，俺那么能出就把那种菜用。各赔一根。哥是那个，你老见起来有嘛的？哥你多大？你多大？96。俺接着俺给你看。96岁老弟嘛呗。打火机。57。吃完了没？吃什么？没吃，我没吃。36个呗。
9月份就30了。人家29了，再求你了。那什么时候你的？啊？那见吧，那什么时候见吧？头发胡子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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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陪一个，家人们陪一根，对。你们都陪一根赢的，或者。我妹妹老来动。那对是路看这那么，你就把那个位置是对了的。张个路没呗，张个路把桌子去的，阿三那个没呗，阿三那个的，把都是的口子前面都会十字路的，十字路口子红灯有红绿灯过不到来的，阿张个路就是的。这2天真的好热啊！如果我们看这样的工作是那样子，太阳会叫啊，把帅女帅得很，跟他很配哎。都是的话，对不对？我比他大3岁了的，感谢阿布嘎关注那么要去下去。我下雨热的不得了呀！早晚有的话，热死了，真的不是一般的热。王大的年对真的年纪大，关注那么多工作，工具，但他的国家那点是点脾气弄对吧？但出来大概加水啊，那岂不也国家那点个？改天过去了，谁又有阿布嘎嘎？看了，我们越来越好年轻。没事啊，每个人都会老的，有什么呀？没事啊。你多大的工作？工作人的，定义啥的这，给他们这些个人，你来给住的可以的。对。工作人的工作，你去给用哪的？这边把它给写的，你给用嘛？我们这人哎，当然刺激。啊，对路比吧，咱们养的人们要的吧，说，俺的抖音频道不允许的画面都快点那么多。快点那么多。这边有什么吗？哪里有？我你推上来有的，大推上来。哦。狼有的看狼。就是绑过上吗？狼有的狼。你看中国人。那我给你借个这种衣服吧。你回去跟这嘛对。看到5年就退休了噻，退休多好呀，姐。我们这人生说是好点的，对，工作普普的也得远。你们这小叶子打我们或者西门系统了，不做不过事情。可以，怎么没有作品？作品就上次私密了，然后又拿出来2个。你这怎么读哎？现在没有作品吗？你们看不到作品吗？看得到呀，看得到吗？下雨看不看？下雨是怎么的？看说了。这个意思，欢迎我眼镜哥。现在那些草有的话，他这些工具没得通，他前面的都要记住的，刺激。以前的作品私密了。小姨子长得特别漂亮，对。这有2个。大哥今天不讲故事吗？眼镜哥，江湖过来，江湖过来，可是你家人的呢？咱们在9那家的小区工作工作。你真的没把你糊涂，他底下去落钱，叫洗不起来。我感觉你真的没把个工作，看，点说是啤酒桶，看点那年糊给他。
那不理你呗。牙前面天不当过牙前面，你们牙前面什么也不会的都。事不过三斗，人不扑荣，天天写的这么多。人们的我们属于。你看干个强大动的了，那小意思你弄那么多。过当个也是他们家习惯用，也吃我们的感觉。全差不多啥，今天多啥子，人家就管他，人家也不管你，老好人马全是。公主还说不定就把小大干价钱。有病吧？但是年龄是给把说老好人全是，还没说呢，弄那个吧？呀，他学习了，学他老好人的工作得对起来。那些他们区别，老板给给最高，老板那块铁。给帮助老好人到对他的美国这块就那些，是干个干这个一些喏。这些人真的。你也不给钱，你也不你写上看店不？他牙齿不嘛样子，这些家里就搞出来工作人的。对。那你他们说是那个你开通多嘛？那啥是掉了呀？亲戚他们国外人就在那工作，你看这真的。就是。你开通也没多啊，我真的是你知道什么？再说668不是啊。感谢珍妮关注那个淘气，估计他们想争夺大哥的地位，没有眼镜哥，他大哥上用，你们听不得落水，其实我那的不说明。假如你属于我这点经验变态在新闻人是工作人，看出来这些假如就全都接嘛，这些假如你白不得经嘛。没说刚这些中国还在农业说呀，假如几个点可用不着，那你就归用多呀，开通的。他们几次引出去，那你给热死下上年轻了，那你不管用，但是这是说什么年不得人正做年不得，那俺理解说了的节目要的吧，这些节目的。对。培根啊。培根。他们大哥老了想欺负一下，对，眼镜哥听得蛮多。我把说工作是比较多的钱，你干个是全部是那都是。那个马来西亚那东西老怕的是那地域，就是夹起来的些天是哪子？现在夹个工作就没来了不？但你妈咪他们和你们好吧？等你得减掉了吧？对不对？和你苦弄，他底下别去做点钱，底下反正你解决了，我有我做，你夹的更大嘞。正当防护把他们安排到地下室，人不来这个。怕骡子做吧，家乡没人给我的，得看他干嘛？工作人员，现在不是我们努力的做这样大这个，那当然了。看错，他底下听到这，除非你属于让个怕嘛，让个多个人来给，让个十三人来给，你那是有的。现在牙齿掉嘛，现在快到家里给快错了。是吧，眼镜哥？底下还就有小椅子，大哥是。这2天都在出去玩。你讲完再说的话，除了别亲。我都好久没有直播了。直播的俺到你是做起来，咱们就特别的切什么的，黄的，咱们老主的带球员，眼睛可大个嘛，对吧哥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大哥之类的，肯定大哥有人，然后多个管骗到钱，大哥的混球的。你们挺般配噻，人家嘛的，你们俩挺般配噻，哎，注定，哎耶，这贴的，
我对小姨子的老送给干吧工作，真的。大哥是80后的那样的拉萨顶级，80后对电视看不了什么都没有什么老大，有夫妻相似，哎，没有你夫妻相读哎，那什么呀？这是个多少小意思的？哎，你夫妻相读是我弟弟。谁呀？马仔的马仔，对马仔，夫妻相似都是的。哎呀，这个我听了今天当然这个呢，是吧？你这个是啊，是当然我做的工作。对马仔的演技个，做马仔是工作。没有给，但读到现在没有给嘞，你们看不对，这样读啊，找我这点我嘛不对，有给嘞，俺这点大概家里上俺自己不懂的，俺亲哥的些，现在要嘛当我嘛个的工作嘛，对亲哥人知道，他东亚的反正给不下来吧，看吧有那个那件，全部对对，欢迎啊，李安妹妹。什么呀？大哥是扛把子，没有演技哥，没有。感谢林安雅琪妹妹送给的灯牌啊！八帅是不是想追他是没有的，工作嘛的，对，你别就都你们都认不到，你嘛大不子呀，不是买不白交钱当场是看这的，是吧？9年有啥？小姨子9年有啥？你9年比多的，你嘛的，工作不会去比个的，你嘛的不是？是吧？9年我只有啥吧？俺我只有了了，我第一次过来，你不做不会去比较的嘞，我都是嘞。小姨子谈的是两个地点，先熟的得来一下，我就看不是的是吧？对。星星呀，星星呀，哦，明月呀，明月呀。但为什么要那样？去追他还有机会杀死这个就，那没有呢？对对啊，对对对。我的小姨子来自新闻是你呗？新闻我这个得叫。真正的新闻了的那。啊。真正的新闻了。真正的新闻是八帅加油！啥卡说来做的？那多说是工作是难的，都应该谁咋的？注意点这个谁？二叔是谁呀？啊。不是二叔在哪里噻？二叔是谁我都不知道。俺工作新闻给谁嘛？工作，俺看不到。来嘛来，俺东北这是哪里经过说的单位去了？咱们啊，哎，那兄弟说这经过单个，俺没的经过单个的还冇的，兄弟经过单个一怕冇钱，咋等于是嘞？这俺都经过了工作。晚上好是。来嘛来，工作去干工作，瞧你妹妹。啊，我哪是让他去了吧？小姨子点啥嘛的？北郊。嗯。要出去玩吗？是我家。要出去哦，姐姐。八帅今晚游戏啥？得赛吧，是那样的。
上次天意里面，坚哥，坚胜哥，上次天意里面，你包包还在我们这儿，不来拿吗？北郊这个北郊颜色，我们小北郊呢，中北郊呢，大北郊呢是第一。你别拿着俺给成要我们的，真不穿颜色去。少点注意安全哦。好的，姐。今你在干嘛？北郊底里就是北城新天地这边。啊，不给。多的嘛个是地方。对。这个酒店就10度工作的被可是在新天地的酒店的。你等你们这些是点不给？哪个酒店？酒店的多的，北城是的，可能的总有是的呢，的数的个多。酒店就9度工作多，你们这些是点哪个？问一下，巴帅不想追他，那我来手，我底里在。我一直追硬是我的。他们是开玩笑的。有些机会有人做的，当然。